如是我聞。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1250人俱。如時，世尊食時，着衣持缽，入舍衛大城乞食。於其城中次第乞已，還至本處。飯食吉，收衣缽，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。時，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希有世尊，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善付囑諸菩薩。世尊，善男子，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應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佛言：善哉，善哉。須菩提，如汝所說，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善付囑諸菩薩。如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善男子，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唯然，世尊，願樂欲聞。佛告須菩提：諸菩薩摩訶薩，應如是降伏其心。所有一切眾生之類，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濕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無色，若有想，若無想，若非有想，非無想，我皆領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。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非菩薩。復次，須菩薩，菩薩於法應無所住，行於布施，所謂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。須菩提，菩薩應如是布施，不住於相。何以故？若菩薩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東方空虛可思量不？不也，世尊。須菩提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空虛可思量不？不也，世尊。須菩提，菩薩無住相布施，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。須菩提，菩薩但應如所教住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可以身相見如來不？不也，世尊。不可以身相見得如來。何以故？如來所說身相，即非身相。佛告須菩提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，生實信不？佛告須菩提：莫作是說。如來滅後500歲，有持戒修福者，語此章句，能生信心。以此為實。當知是人，不於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五佛而種善根，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。聞是章句，乃至一念生正信者。須菩提，如來悉知悉見，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。何以故？是諸眾生無復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無法相，亦無非法相。何以故？是諸眾生若心取相，即為着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；若取法相，即着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。何以故？若取非法相，即着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。是故不應取法，不應取非法。以是義故，如來常說：汝等比丘，知我說法，如佛如者，
法上應捨，何況非法？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？如來有所說法耶？須菩提，如我解佛所說義，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。何以故？如來所說法，皆不可取，不可說，非法非非法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聖言，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若人滿3000大千世界七寶，以用布施，是人所得福德，寧為多不？須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何以故？是福德，即非福德性。是故如來說福德多。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4句偈等，為他人說，其福勝彼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皆從此經出。須菩提，所謂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須陀洹能作是念：我得須陀洹果不？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須陀洹名為入流，而無所入，不入色聲香味觸法，是名須陀洹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斯陀含能作是念：我得斯陀含果不？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斯陀含名一往來，而實無往來，是名斯陀含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阿那含能作是念：我得阿那含果不？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阿那含名為不來，而實無不來，是故名阿那含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阿羅漢能作是念：我得阿羅漢道不？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實無有法名阿羅漢。世尊，若阿羅漢能作是念：我得阿羅漢道，即為着我人眾生壽者。世尊，佛說我得無爭三昧，人中最為第一，是第一離欲阿羅漢。世尊，我不作是念，我是離欲阿羅漢。世尊，我若作是念，我得阿羅漢道，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。以須菩提實無所行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。佛告須菩提：於意云何？如來昔在燃燈佛所，於法有所得不？不也，世尊。如來在燃燈佛所，於法實無所得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菩薩莊嚴佛土不？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莊嚴佛土者，即非莊嚴，是名莊嚴。是故須菩提，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，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須菩提，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，於意云何？是身為大不？須菩提言：甚大，世尊。何以故？佛說非身，是名大身。須菩提，如恆河中所有沙數，如是沙等恆河，於意云何？是諸恆河沙，寧為多不？須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但諸恆河尚多無數，何況其沙？須菩提，我今實言告汝：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七寶滿意所恆河沙數3000大千世界，以用布施，得福多不？須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佛告須菩提：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
於此經中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為他人說，以此福德勝前福德。復次，須菩提，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，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，如佛塔廟，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。須菩提，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。若是經典所在之處，即為有佛若尊重弟子。爾時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當何名此經？我等云何奉持？佛告須菩提：是經名為《金剛般若波羅蜜》，是以名字，汝當奉持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，佛說般若波羅蜜，即非般若波羅蜜，是名般若波羅蜜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有所說法不？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如來無所說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3000大千世界所有微塵，是為多不？須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須菩提，諸微塵，如來說非微塵，是名微塵；如來說世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可以30以上見如來不？不也，世尊。不可以30以上得見如來。何以故？如來說30以上，即是非相，是名30以上。須菩提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恆河沙等生命布施，若復有人於此經中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為他人說，其福甚多。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，心解意趣，涕淚悲泣，而白佛言：希有，世尊！佛說如是甚深經典，我從昔來所得慧眼，未曾得聞如是之經。世尊，若復有人得聞是經，信心清淨，即生實相。當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。世尊，是實相者，則是非相，是故如來說名實相。世尊，我今得聞如是經典，順解受持不足為難。若當來世後500歲，其有眾生得聞是經，順解受持，是人則為第一稀有。何以故？此人無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。所以者何？我相即是非相，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即是非相。何以故？離一切諸相，則名諸佛。佛告須菩提：如是如是。若復有人得聞是經，不驚不怖不畏，當知是人甚為稀有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如來說第一波羅蜜，即非第一波羅蜜，是名第一波羅蜜。須菩提，忍辱波羅蜜，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，是名忍辱波羅蜜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如我昔為歌利王覺節身體，我於兒時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。何以故？我於往昔節節之解時，若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應生瞋恨。須菩提，又念過去於500世作忍辱仙人，於兒所世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。是故須菩提，菩薩應離一切相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不應住色身心，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，應生無所住心。若心有住，即為非住。是故佛說菩薩心，不應住色布施。須菩提，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，應如是布施。如來說一切諸相，即是非相，
又說一切眾生即非眾生。須菩提，如來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誑語者、不異語者。須菩提，如來所得此法，此法無實無虛。須菩提，若菩薩心住於法，而行布施，如人入暗，則無所見；若菩薩心不住法，而行布施，如人有目日光照明，見種種色。須菩提，當來之世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於此經受持讀誦，則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，悉見是人，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。須菩提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，以身布施。若復有人聞此經典，信心不逆，其福甚彼，何況書寫、受持、讀誦、為人解說。須菩提，以要言之，是經有不可思議、不可稱量、無邊功德。如來為法大成者說，為法最上乘者說。若有人能受持、讀誦，廣為人說，如來悉知是人，悉見是人，皆得成就不可量、不可稱、無有邊、不可思議功德。如是人等，即為何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？何以故？須菩提，若樂小法者，着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，則於此經不能聽受、讀誦、為人解說。須菩提，在在處處，若有此經，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，當知此處則為是塔，皆應恭敬，作禮圍繞，以諸華香儀散其處。復次，須菩提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、讀誦此經，若為人輕賤，是人先世罪業，應墮惡道。以今世人輕賤故，先世罪業則為消滅，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，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，於燃燈佛前，得值84000萬億那由他諸佛，悉皆供養承事，無空過者。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，所得功德，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，千萬億分，乃至算數譬如所不能及。須菩提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，所得功德，我若據說者，或有人聞，心則狂亂，狐疑不信。須菩提，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，果報亦不可思議。爾時，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應主？云何降伏其心？佛告須菩提：善男子、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當生如是心：我應滅度一切眾生，滅度一切眾生已，而無一切眾生實滅度者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非菩薩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，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於燃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？不也，世尊。如我解佛所說義，佛於燃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佛言：如是如是。須菩提，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，
若有發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燃燈佛即不與我授記。如於來世當得作佛，號釋迦牟尼。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故燃燈佛與我授記，作是言：如於來世當得作佛，號釋迦牟尼。何以故？如來者，即諸法如意。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須菩提，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，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於是眾無實無虛，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。須菩提，所言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須菩提，譬如人身長大。須菩提言：世尊，如來說人身長大，即為非大身，是名大身。須菩提，菩薩亦如是。若作是言，我當滅度無量眾生，則不名菩薩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無實有法名為菩薩，是故佛言：一切法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。須菩提，若菩薩作是言，我當莊嚴佛土，是不名菩薩。何以故？如來說莊嚴佛土者，即非莊嚴，是名莊嚴。須菩提，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，如來說名真是菩薩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有肉眼不？如是，世尊，如來有肉眼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有天眼不？如是，世尊，如來有天眼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有慧眼不？如是，世尊，如來有慧眼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有法眼不？如是，世尊，如來有法眼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有佛眼不？如是，世尊，如來有佛眼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於恒河中所有沙，佛說是沙不？如是，世尊，如來說是沙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一恒河中所有沙，有如是沙等恒河，是諸恒河所有沙數。佛世界如是，寧為多不？甚多，世尊。佛告須菩提：以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，如來悉知。何以故？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，是名為心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若有人滿3000大千世界七寶，以用布施，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？如是，世尊，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。須菩提，若福德有實，如來不說得福德多，以福德無故。如來說得福德多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？不也，世尊。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。何以故？如來說具足色身，即非具足色身，是名具足色身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？不也，世尊。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。何以故？如來說諸相具足，即非諸相具足，是名諸相具足。須菩提，汝勿為如來作是念：我當有所說法，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若有人言如來有所說法，即毀謗佛，不能解我所說故。須菩提，說法者，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。爾時，唯命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，生信心不？佛言：須菩提，
彼非眾生，非不眾生，何以故？須菩提，眾生者，如來說非眾生，是名眾生。須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為無所得耶？佛言：如是如是。須菩提，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乃至無有少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復次，須菩提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以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，所言善法者，如來說即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須菩提，若3000大千世界中，所有諸須彌山王，如是等七寶聚，有人持用布施，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，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讀誦，為他人說，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，百千萬億分，乃至算數譬如所不能及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汝等勿為如來作是念：我當度眾生。須菩提，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。若有眾生如來度者，如來即有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。須菩提，如來說有我者，即非有我，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。須菩提，凡夫者，如來說則非凡夫，是名凡夫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可以32相觀如來不？須菩提言：如是如是，可以32相觀如來。佛言：須菩提，若以32相觀如來者，轉輪聖王即是如來。須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我解佛所意，不應以32相觀如來。爾時世尊所說偈言：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須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：如來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，莫作是念：如來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：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說諸法斷滅。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於法不說斷滅相。須菩提，若菩薩以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，持用布施，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，得成於忍，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。須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薩不受福德？須菩提，菩薩所作福德，不應貪着，是故說不受福德。須菩提，若有人言：如來若來，若去，若坐，若臥，是人不解我所說義。何以故？如來者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故名如來。須菩提，若善男子善女人，以3000大千世界碎為微塵，於意云何？是微塵眾，寧為多不？須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何以故？若是微塵眾實有者，佛則不說是微塵眾。所以者何？佛說微塵眾，即非微塵眾，是名微塵眾。世尊，如來所說3000大千世界，則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何以故？若世界實有者，即是一合相。如來說一合相，則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須菩提，一合相者，則是不可說，但凡夫之人貪着其事。須菩提，
若有人言，佛說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，須菩提，於義云何？是我人解所說義不？不也，世尊，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。何以故？世尊說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，即非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，是名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。須菩提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於一切法應如是知，如是見，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。須菩提，所言法相者，如來說即非法相，是名法相。須菩提，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容布施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發菩提心者，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、讀誦、為人演說，其福勝彼。云何為人演說？不取於上，如如不動。何以故？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佛說是經已，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，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順受奉行。